最近無論香港、台灣甚至全世界都有一樣減肥方法越嚟越多人討論，就係俗稱嘅瘦瘦針。有人話打完之後平時可以食晒一碟飯，而家食幾啖已經覺得夠。亦有人成功減重之後一停針，食慾同體重就慢慢翻晒嚟。於是好多人心入面都有幾個疑問：瘦瘦針究竟係減肥藥定係糖尿病藥？佢係幫你燃燒脂肪定純粹令人食唔落？點解有人減得好多，有人就一路作嘔便秘，最後頂唔順？最重要係，如果停針之後會反彈，係咪代表一開始就唔應該打？今集19 Talk 會同大家逐樣拆解，我哋唔會比較邊個品牌最勁，亦唔會教大家自己買針、自己調校劑量，只會用最簡單嘅方法幫你了解呢類藥物點樣運作，邊類人士先可能適合，以及開始之前最容易被忽略嘅代價。首先，瘦瘦針唔係一種正式醫學名稱，亦唔係得一款藥。坊間所講嘅瘦瘦針通常包括 GLP-1 受體速效劑，以及同時作用於 GIP 同 GLP-1 嘅雙重受體藥物。個名聽落好複雜，但我哋可以由身體本身嘅反應開始理解。每次食完嘢之後，腸道都會釋放一啲信號，通知大腦同胰臟，食物已經入咗嚟，要開始處理血糖，亦差唔多應該覺得飽。GLP-1 就係參與呢個過程嘅其中一種天然腸道荷爾蒙，而相關藥物就係模仿或者加強呢類信號嘅作用，令效果維持得更加耐。所以瘦瘦針唔係將一支神奇溶脂液直接打入個肚，亦唔係打完之後啲脂肪會自動溶走。佢主要係改變食慾飽足感、胃部排空速度以及身體處理血糖嘅方式，令人較容易減少食量。另一個經常令人混亂嘅地方係，點解同一種成分，有時話係糖尿病藥，有時又話係減重藥？原因係部分 GLP 一類藥物最初主要用於二型糖尿病，幫助控制血糖。後來研究發現，部分使用者同時出現明顯體重下降。經過針對體重管理嘅臨床研究後，部分成分、品牌或劑量再獲批准用於長期體重管理。但係要留意，同一種成分、唔同品牌、劑量同適應症可以唔一樣。一款糖尿病藥亦唔代表任何人都可以當成減肥藥使用，實際批准用途亦會因應國家或地區而有所不同。瘦瘦針主要透過幾個方向，令減少食量變得比較容易。第一，佢會加強大腦接收到嘅飽足信號。平時我哋食嘢並唔係個胃一滿，大腦就立即叫你停。由食物入口到腸道，荷爾蒙同大腦互相傳遞信息，需要一個過程。有時食得太快，身體未趕得切，話你知已經夠，一碟飯就已經食晒。GLP-1 相關藥物會令部分人更早感到滿足，食物對大腦嘅吸引力亦可能下降。以前經過麵包鋪聞到香味就忍唔住想買，用藥後可能仍然聞到，但冇以前咁強烈想食。第二，部分藥物會減慢胃部將食物送入小腸嘅速度，食物留喺胃入面耐啲，飽嘅感覺亦可能維持耐啲。但呢個作用同時解釋咗點解部分人會出現胃脹、噁心、反胃，甚至食多兩啖就覺得頂住。第三，呢類藥物會影響胰島素及其他血糖調節信號，幫助部分患者控制餐後同空腹血糖。所以佢並唔係單純令人見到食物都驚，而係同時牽涉食慾、消化同血糖調節。不過唔肚餓唔代表身體唔需要營養。如果因為食慾下降就全日只食幾啖嘢，蛋白質、纖維、維他命同水分都唔足夠，減走嘅就未必全部係脂肪，亦可能包括肌肉。對40歲以上男人而言，呢點尤其值得留意，因為隨住年齡增長，肌肉本身已經比較容易流失。如果只追求磅數快速下降，冇足夠營養同肌肉訓練，最後可能係體重輕咗，但力量、精神同基礎活動能力亦一齊下降。係咪任何想瘦幾磅嘅人都適合？答案係唔係。獲批用於長期體重管理嘅藥物，一般係針對肥胖人士或者體重過高並同時有其他相關健康風險嘅人士，例如高血壓、二型糖尿病、血脂問題、睡眠窒息症或者心血管風險。實際係咪適合，唔應該只係睇你對自己身形滿唔滿意。醫護人員通常需要了解你嘅 BMI 同腰圍去到邊個程度，有冇糖尿病、高血壓、脂肪肝或者其他代謝問題。而家正服用什麼藥物？以前有冇胰臟、膽囊、腸胃或者其他重要病史？有冇飲食失調或者其他需要先處理嘅健康狀況？所以如果只係想影相時個肚平少少，或者下個月去旅行之前減3公斤，未必就係使用處方減重藥物嘅合理原因。歐洲藥物監管機構亦提醒 ，GLP 一類藥物唔應該用作冇肥胖或相關健康需要人士嘅純美容式減重。另一方面，亦唔好將瘦瘦針理解成懶人先會用。肥胖本身係一個複雜嘅慢性健康問題，受到遺傳、荷爾蒙、睡眠、壓力、藥物、環境同生活習慣等多方面影響。對部分經過評估，單靠生活調整仍然難以改善嘅人士，藥物可以係治療工具之一。重點唔係應唔應該靠意志力，而係由醫護人員評估可能得到嘅健康益處係咪大過相關風險同負擔。瘦瘦針最常見嘅不適主要同消化系統有關，包括噁心、嘔吐、肚瀉、便秘、胃脹、胃口過度下降及腹部不適。部分人開始使用或者調整劑量時較明顯，之後可能慢慢適應，但亦有人持續唔舒服，需要由醫生調整治療或者停止使用。如果因為持續嘔吐或肚瀉而飲唔到水，亦可能出現脫水、嚴重而持續嘅腹痛、反覆嘔吐、黃疸或者其他異常症狀，就唔應該只當成普通副作用捱過去，而要盡快求醫，排除胰臟、膽囊或者其他問題。
實際風險會因應藥物種類、個人病史同時使用嘅其他藥物而不同，所以唔可以將朋友用完冇事當成自己一定安全。另一個越嚟越重要嘅風險係網上來歷不明嘅產品，由於瘦針需求高，市面出現標籤虛假、來源不明、未經批准或者冒充正貨嘅產品。藥物監管機構已經警告，部分產品標示嘅藥房甚至並不存在，亦無法保證成分、濃度、儲存方式同無菌程度。所以唔好因為網上價錢平，聲稱同正貨成分一樣，就自行購買或者注射。最後，亦係最多人關心嘅問題，停針係咪一定反彈？答案係唔係每個人都會完全反彈，但體重回升確實相當常見。原因其實唔難理解，使用藥物期間食慾信號受到壓抑，較容易食少啲。停止之後，藥物作用慢慢消失，飢餓感同對食物嘅興趣可能重新增加。如果原本導致體重上升嘅飲食、睡眠、壓力同活動模式冇改變，攝取量自然可能再次上升。一項semaglutide研究嘅延伸追蹤發現，參加者停止藥物1年後，平均回升咗之前減去體重嘅大約2/3。但呢個數字係特定研究參加者嘅平均結果，唔代表每一個人都會按同一比例反彈。真正值得理解嘅係，肥胖對部分人而言，好似高血壓或者高膽固醇一樣，可能需要長期管理，而唔係打一個短期療程就從此畢業。所以開始之前就應該同醫生討論治療目標係乜，預計使用幾耐，點樣監察效果同副作用。如果效果不足、負擔太大或者需要停藥，後續計劃係乜？藥物期間又點樣建立飲食、運動、睡眠同肌肉訓練習慣？停針並唔代表失敗，但如果一開始完全冇諗過停藥後點做，反彈風險自然會更加難控制。所以瘦針並唔係直接溶解脂肪嘅神奇針，佢主要模仿或者加強身體嘅腸道荷爾蒙信號，令人較早覺得飽、食慾下降、胃部排空減慢，並影響血糖調節。對適合嘅肥胖或高風險人士而言，佢可以係有效嘅醫療工具，但對只想短期瘦幾磅又冇相關健康需要嘅人，就未必值得承受副作用、費用同停藥後體重回升嘅風險。如果正考慮使用，可以先問自己4個問題：第一，我係為健康風險，定純粹為短期外表？第二，我有冇經過醫生完整評估，而唔係只靠網上問診幾句？第三，除咗磅數，我有冇計劃保住肌肉同攝取足夠營養？第四，如果有一日停藥，我準備用咩方法繼續管理體重？真正理想嘅結果唔係打完針之後完全唔使理飲食同運動，而係用藥期間食慾冇咁強烈，趁呢個機會重新建立一套可以長期維持嘅生活方式。上一集我哋講咗冇飲酒都有脂肪肝，今集就拆解咗目前最熱門嘅醫療減重方法。下一集我哋會講一個令好多40歲男人每晚都瞓唔好，但又唔好意思講嘅問題：半夜成日去廁所，究竟係飲水太多、糖尿病，定係前列腺開始出現變化？如果你中意呢種唔講神效、唔靠嚇人，用生活語言拆解男人健康嘅內容，記得訂閱19Talk。我哋下一集再見。